73-88，廣東陽光隊喺四分之一決賽嘅第3場比賽，最終都係輸波啦。咁就無緣4強啊。咁其實就如果話簡單講下呢場比賽嘅話呢，就係嗰句3分球嘅命中率係我哋球隊贏波嘅一條參考嘅基準線嚟嘅。呢場比賽廣東隊嘅3分球呢，只有35.2%啊。咁而對方雖然都未到4成，咁但係始終呢，人哋喺下半場會射得更多。嗱，其實第一節廣東隊3分球呢，射得相當好，4射3中，而北京隊反而佢哋背上咗沉重嘅包袱啦，其實佢哋得4射1中嘅啫。咁甚至乎而家我哋喺第二節亦都係食住倒勢啦，一度打出個10-0啦。咁但係呢，的而且確啊，北京隊嘅輪換嘅陣容會更厚實，佢哋嘅深度會更好。咁所以經過咗佢哋嘅調整之後，打咗波18-0，咁亦都係令到廣東隊係開始咧就自己喺球場上面會出現咗好多嘅失誤。咁同時亦都係將呢個賽季所有總結出嚟嘅兩個問題，內線嘅劣勢、3分球嘅唔穩定咧，暴露晒出嚟。咁所以去到下半場咧，就都好努力嘅球員嚇，咁其實就始終冇辦法啦，無力回天。咁當然啦，你話呢場比賽嘅判罰咧，我覺得其實唔少嘅一啲判罰係值得商榷。咁但係比賽都輸咗，咁你話再計較呢啲判罰或者再追究呢樣嘢，已經冇任何嘅意義。咁就最終咧就係無緣4強。咁其實就我相信去到季後賽階段咧，呢支球隊我哋嘅廣東隊咧，對於咁多嘅球迷嚟講，其實係收貨嘅。尤其是喺四分之一決賽嘅第2場比賽嗰個蕩氣迴腸嘅絕殺之後咧，我覺得對於佢哋嘅輿論壓力係真係少咗。咁當然啦，面對住陣容實力都比我哋有優勢嘅北京隊嚟講，其實廣東隊嘅容錯率相當低。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最終輸波嘅原因。成個賽季結束啦，咁就呢個賽季，我覺得對於廣東隊嚟講叫做高開低走。第一階段順風順水，一波長連勝，亦都令到球隊咧係可以長時間佔據住積分榜嘅頭2位啦嚇。咁當其時其實亦都係有好好嘅一啲嘅預想，其實話第2階段當麥卡奧同埋崔永熙復出之後咧，其實紙面上嘅陣容會更好。咁同埋咧就實力方面應該會有補充，咁但係點知去到第2階段咧，其實就出現嘅困難咧，遠比我哋原先要設想嘅可能要更多一啲。例如就話傷咗3個月嘅麥卡奧同埋傷停咗1年幾嘅崔永熙，佢哋喺比賽當中要重新揾狀態、揾翻比賽嘅節奏嘅時間要比我哋原來計劃嘅要更長一啲。咁同時咧，亦都係去到常規賽第2階段尾段嘅時候咧，咁就其實內線嘅劣勢其實就一再放大。咁就球隊亦都有經過努力咁嘗試咧就係通過外援嘅一個嘅頂替咧，希望可以係補充翻呢個內線出嚟。咁但係始終留俾我哋或者喺市場上面留俾我哋更優質嘅大外援其實唔係咁多。咁當然啦，仲有一個好可惜嘅原因就係話森拿嘅賽季報銷啦，其實亦都令到我哋可能去到季後賽啲咁高端嘅比賽當中咧，會少咗一把利刃。咁其實真係都係要多謝所有嘅球員嘅，例如我哋嘅隊長胡明軒喺成個常規賽因為受到失傷嘅困擾，令到佢嘅狀態係相當低迷，亦都背負住好大嘅輿論壓力。但係我哋好開心嘅係去到季後賽，當胡明軒知道喺球隊最需要佢出力、最需要佢發力嘅時候，佢適時地克服咗呢個傷病嘅困擾，亦都係喺球場上用以往我哋熟知嘅嗰種胡明軒嘅風格，佢嗰種打法係幫我哋贏咗好多個比賽。咁當然徐傑喺成個賽季亦都係負重前行的而且確當胡椒仔嘅狀態唔係咁好嘅時候，2號師傅係廣東隊喺進攻體系當中最重要嘅一環。同時昆尼呢位球員其實亦都去到季後賽方面咧，亦都係俾到我哋好大嘅幫助。咁當然國內球員仲有好多要講嘅，但係你話比賽之後嘅霎時之間，冇可能話用好大嘅篇幅，每一個球員都要多謝，所以我會着重多謝一下黃少傑喺租借嚟廣東嘅呢2個賽季，黃少傑兢兢業業嘅職業態度係大家有目共睹，同埋亦都睇得出。佢對於廣東隊喺內線最困難嘅時候，其實俾我哋帶嚟好多嘅幫助，亦都係我哋喺內線最重要嘅一個國內球員嘅一個依靠，尤其是季後賽。咁而打完呢個4分之一決賽之後，其實少傑亦都係流下咗英雄淚，
咁賽後我想叫佢講兩句嘅時候，佢自己亦都話遲啲先講啦。我可能佢自己都要去沉澱翻少少嘢，咁所以咧就亦都留啲時間俾少傑自己去體會一下。當然你話及後佢嘅去向係點樣樣，唔好話而家我知唔知，我相信俱樂部暫時都未有決定，我哋亦都係靜待俱樂部嘅進一步嘅官宣啦。咁但係無論點講都要對黃少傑講聲多謝你，真係多謝晒。咁當然啦，對於未來咁其實賽後亦都有揾到胡明軒做一個嘅採訪。咁其實佢亦都講咗，你今年夏天終於可以好好地休息，而家佢亦都深刻體會到，對於自己嚟講，身體要放喺第一位。所以我相信佢喺賽季結束嘅時候，休賽期會盡一切嘅辦法，揾最好嘅醫療手段，去將自己困擾住自己所有傷病，尤其是失傷咧，去治療得徹底一啲。我哋亦都係期待住胡椒仔下個賽季滿血歸來。咁同時對於崔永熙嚟講，我覺得呢個賽季留俾佢嘅去適應一個成個新嘅團隊、成個新嘅戰術嚟講，時間唔係咁多夠。所以如果有一個完整嘅夏天去俾佢去訓練，同埋一個完整嘅賽季嘅話，我相信崔永熙會俾我哋帶嚟更多嘅幫助。當然兩個炸裂嘅新人啊，陳家正同埋黃鴻澤，亦都係喺常規賽當中有過唔少嘅高光時刻。我相信今年呢個季後賽，雖然佢哋上場時間寥寥可數，但係佢哋會從中學到好多嘢，亦都未來可期。咁就真係冇辦法佔用太多嘅時間篇幅去逐一去多謝或者去總結每一個球員，但係都係要同全隊嘅球員，包括教練組去講聲你辛苦啦啊！咁呢個賽季其實俾到我哋嘅體驗亦都係好豐富，咁亦都希望下個賽季我哋從頭再嚟。咁你話至於我個人嘅動向咧，咁就我相信隨住廣東隊嘅賽季結束咧，我主要嘅工作亦都完成咗嘅。咁但係深圳隊嘅征程仲繼續，咁我相信我有機會嘅話，我亦都係會跟住深圳隊一齊向季後賽繼續發起衝擊。咁但係呢個賽季嘅廣東隊嘅復盤咁就到此為止啦。咁我哋下期有機會嘅話再見啦，拜拜。